台中的起亚一年产量有4万多吨，是全台湾上大产区。不过受到气候暖化影响，今年产量是减2-3成。不过嘛，因为雨水较少，今年的甜度是加正悬。一箱一箱的起亚摆伫桌仔顶，评审根据外形、重量、口感甲甜度来拍分数。今年台中的起亚评鉴活动，拢总有61组参加，品质拢真好。尤其最近中部较无好，有袂少组伫甜度这项拢得到满分。颜色都蛮漂亮的哈，现在这样吃起来，品质都算水准之上，都不错哈。那可能就是中部地区，其实最近这1个月雨水相对比较少，所以糖度也都有拉上来。一种对农民一种鼓励啦，哦。一种荣耀啦，然后这种有迄个荣耀啊，明年会更较认真的啊，哎啊。台中有2700公顷的地在种起亚，年产量有4万多吨，是全台湾上大的产区。不过这几冬寒冷较温暖，整体产量减2-3成。那内产的起亚就较稳定啊，所以今年的排名嘛出现变数。和平区第22班。因为今年天候比较不顺哈，梨山那边比较正常啦，这边量有少了一些所以今年的甜柿价钱都比往年高个2-3成。甜柿的部分，我们是以花玉熟啦、富油，这个品种为主，尤其是富油，是现在正在产期。海拔悬、温差大的所在，种出来起亚更较好食，所以今年评鉴的前3名拢互山区、和平区总毛走。台中市逐年拢会办比赛，互农民互相交流。这阵起亚当着时，农业局嘛和卖场合作，伫市面咧卖，民众想要食就爱趁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